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你们看如何处理啊？父皇，儿臣请旨前往调查，还望父皇恩准。那就让他谢言前去吧，到时候可就怪不得我们了。此去必是微服，此到西南路途遥远，到时候什么可能性都有啊！高，实在是高。杜姑，你可回来了，我快想死你了。我也想死你了呢。独孤参见王爷。回来就好。王爷自去西南调查贡品一案，看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老天让我这个时候回来，注定要被王爷走这一遭了。噔噔噔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周老师给咱们做的纸牌。咱们是斗地主还是双生？斗地主。好。丁姑娘，斗地主为何物？双生又为何物？这斗地主呢，就是一种休闲的游戏。很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为何会如此打扮？成何体统？杜国元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你真的是新手吗？你明明比老手还要老手呢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么多年都白活了，这剧组也白混了，玩斗地主输给了一个古代人。哎，王爷，看你也挺闲的，过来跟我们一块玩吧，可好玩了。当真如此有趣？其实真的一点都没有意思呢。像王爷这种人，会玩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游戏吗？王爷是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纯粹的，是一个有思想道德的人，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，忠于你说王爷他会玩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依我看，你是怕输给本王吧？切，激将法，呵呵。行，我就是怕输给你，怎么着，打我呀？我还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呢。你禽兽！好了好了，算你一个，不过你可不许耍王爷脾气，要愿赌服输的。什么叫算我一个？本王还不稀罕呢。王爷，你就当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跟我们这个是什么气呀？赶紧回去跟我们玩吧。也罢，赢了他们，摊牌叫嚣。走，炸弹！玩了，真没意思。站住！保护王爷！双儿，双儿姑娘伤势如何？双儿姑娘的刀伤正好在要害部位，现在只盼双儿姑娘吉人天相了。独孤，一定要尽力救她性命。王爷放心，独孤定当竭尽全力。阿广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孔双双居然能为了救谢云奇而受伤？哎，你想想啊，他是谁啊？他可是孔双双，他可是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著名大隐仙孔双双啊！哎，他怎么可能为了救别人而让自己挨刀子呢？我觉得啊，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父皇，不知这么急着儿臣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琪儿，在去西南的路上遇刺。什么？是三哥？三哥他现在可否安好？倒还好，此刻性命无忧。不过，父皇，现场可否留有什么线索，或者是倭寇？哎，信中并未提及啊。朕知道琪儿受伤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召见陈儿和萧儿。萧儿第一句话就是关心颜齐的安危，可陈儿关心的却是是否抓到刺客，是否留有活口，这让朕也多了一些忧虑啊。